日期3月27號，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仰望為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嘅耶穌，佢因下擺喺前面嘅喜樂就輕體羞辱，忍受咗十字架嘅苦難，便坐喺上帝寶座嘅右邊。希伯來書12章2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成全諸事嘅主上帝。為我忍受痛苦嘅主耶穌，你嘅慈愛係何等大，竟然甘心為我呢一罪人受苦。我知道自己係唔配噶，但你嘅恩典卻豐盛咁臨到我嘅生命中，你嘅慈愛何其寶貴。世人投靠喺你翅膀嘅蔭下，佢哋必因你殿裏嘅恩典得以飽足，你都必叫佢哋飲你落河嘅水。因為我嘅主上帝係日頭，係盾牌，要賜下恩惠同榮耀。你未嘗留低一樣好處，唔俾嗰啲行動正直嘅人。萬軍之耶和華，倚靠你嘅人便為有福。願一切尋求你嘅，因你高興歡喜；願嗰啲喜愛你救恩嘅，常話當尊上帝為大。願我喺你眼前蒙恩，我都要以歡樂嘅嘴唇感謝你，因為你曾經幫助我，我就喺你翅膀嘅蔭下歡呼。我心緊緊地跟隨你，你嘅右手扶持我。以色列嘅上帝啊，唯獨你係神，冇可以同你相比嘅，直到永遠噶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們。